你哋係咪喺香港揾咗呢個品種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呢？我哋鋪頭終於有 Bernedoodle 啦。咁 Bernedoodle 咧，白茵貴其實咧係由白茵山啦同埋 Poodle 去構成嘅。首次推出嗰陣時咧係2003年。Bernedoodle 咧佢喺外國係非常之興噶，但係喺香港真係好難揾到。咁其實白茵山咧同貴婦溝完之後咧，佢個壽命會更加長噶，可以達到12至18歲啊。我哋呢一隻咧大個之後咧，大概係20 kg，係屬於第3代啊。同大家講講點解白茵貴咁受歡迎啊？其實咧就係因為咧佢嘅性情好溫和啦，好中意黐主人嘅，同埋咧佢哋嘅性格咧都係好沉穩穩定嘅。另外咧佢哋甩毛少啦，係屬於低敏感性嘅毛啊。另外智商都非常之高嘅，好容易去訓練，同埋對主人咧都係好忠誠噶。咁再者咧佢哋個樣咧又可愛啦，又傻更更咁樣，亦都係非常之適合咧屋企有老人同埋小朋友嘅家庭啊。咁白茵貴咧因為溝過啦，咁所以佢比純種犬咧係更加長壽同埋健康嘅。而且咧白茵貴咧係被認證為呢個治療犬噶，同埋咧佢都係好強嘅游水基因。目前咧全世界真正嘅白茵貴數量係非常之少噶，因為純種嘅白茵山犬咧數量非常有限，所以咧喺香港咧係好稀有，好難揾到噶。對 Bernedoodle 有興趣嘅，歡迎嚟到我哋尖沙咀門市睇睇啊！我哋現場有1仔1女啊！